中华伫咧1818年捌发生过规模7个大地震，县政府对自2020年开始，甲12月初3定做是中华县的防灾教育日。今日特别举办记者会，宣布启动社区防灾宣导、灾民体验等等，加强6个这防灾主题活动，要来提升全面的灾害应变能力。 学生摕平板电脑体验防灾的 AR 电子绘本，佮有跳架游戏，互囡仔人哪算哪真捌，若拄到地震的时，爱安怎甲伤害降到上低。拄到地震的时阵要安怎？嗨，安好。自细汉就互因有这种观念，参加这个活动，互因佫愈有知识，会当佫来拄到灾害的时阵，会当来应变。 中华县伫1848年12月初3，捌发生过规模7个大地震。县内主要的断层分布伫中华花坛、大川园林、社头、田中、丽水这7个乡镇。为着提升民众的防灾意识，县政府2020年开始，甲12月初3这天定做中华县的防灾教育日，有急救训练、灾民过暝等等的体验活动。阮嘛是首创一个夜宿活动。 就是让这个在地这个居民去学习说，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在户外怎么搭帐篷怎么过一个生活所以这个是我们所创的一个夜宿活动。今年有发生个04、03的一个花莲地震，还有凯米台风，还有刚经过这个山头的台风政府跟民间的部分来整个合作，来强化整个一个国家以及社会韧性事实上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最近这几年，极端气候发生的机会甲规模愈来愈大。中华县消防局也望透过防灾教育日的系列活动，强化各单位甲民众的灾害应变能力，面对灾害有上歹打算，做上好的准备。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